您最满意的作品和最遗憾的作品分别是什么呢？粉丝们喜欢的就是我满意的，什么时候你们不喜欢我了，那我的作品就都是遗憾了。不会，永不脱发。陆老师，我们爱你！陆老师，爱你！谢谢，请坐。避重就轻，操多无口，但是圈粉效果一流，不愧是营业一姐。其实说到遗憾，也不是没有，就是我的出道作《云之彼岸》。可是《云之彼岸》不是您的代表作吗？对，因为它我一出道就拿奖拿到手软，可以说是一战成名。那为什么？因为它不是我真正想画的。那时候我还是签约的新人，在公司的安排下参加星座会。公司为了拿名次，研究了评委的喜好，为我量身定制了一系列的故事。所以就算成功了，也不过是一个优秀的命题作文，并不能真正算是我的代表作。之所以这样，七月轻舞我只用了一次。那七月轻舞这个名字对你来说的意义是什么呢？是一个完美的开端，也是我必须跨越的过去。真好，真好。骗子！乔氏，真的睡着了吗？你要是再不回答我，我就亲你了。真的睡着了。过了半个小时，药效应该发挥作用了。你说你睡一觉不就好了，干嘛非要逞能了？害我跑过来说了半天，我嘴巴都说酸了。既然你睡着了，那我就再告诉你一个秘密吧。我其实是画漫画的，现在叫七仔，以前的笔名是七月轻舞。七月轻舞这个名字你会舍弃吗？不能说是舍弃，而是让它回到原本有的位置。可能很多漫迷对我过去的作品还有滤镜，觉得过去就是经典。其实放到同时代对比，也未必比后面的作品好多少。怎么了？好的，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呢，接下来就进入我们期待的环节——粉丝自由提问时间。先有哪位粉丝想要进行提问，请举手。哇，我们的书迷真的是非常的热情啊！那就拿着花语罗曼史举得最高的那位吧。好，有请。陆老师，我想问您一个问题：云之彼岸真的是你的作品吗？你说什么呢？就是啊。对啊，你说什么呢？你造谣！说什么呢？这人有病吧？就是。伤到脸，吓死我了！啊，出气！喂，欣欣，你没看热搜？我看热搜干嘛？我现在又没有流量。流量我给你充，你一定得打开，见识一下什么叫天道轮回。什么？喂！
陆老师，我想问您一个问题：云之彼岸真的是你的作品吗？当然，为什么这么问呢？因为这部漫画没有完结，老师打算何时捡起这个故事呢？我记得这在修载声明里说得很清楚了。是，您说是因为身体原因。可在这之后，您不也画了很多其他作品吗？为什么单独这一部搁置不管呢？究竟是因为身体原因，还是江郎才尽，又或者这根本就不是你的作品，所以你不在意有没有结局？这么说呢？这人是谁呀？这位帅哥说话要讲凭据的。凭据吗？您刚刚说云之彼岸并不代表您的最高水平，可在这之后，您没有一部作品的评分超过它，您一直攒着大招不放，是在等厚积薄发吗？我说过了，我后来的作品少女向居多，这根本就没有什么可比性啊。是没有可比性，还是你因为逃避想下意识的转型？从画风到故事都在和云之彼岸划清界限，你就这么害怕和自己的出道做比较吗？主持人，我觉得这个环节可以结束了，再下去也是浪费时间。怎么不敢回答我问题，心虚了是吗？我就知道你根本不是真正的七月轻舞，他才没有你这么 low 呢。吃完出道红利就想划清界限，你也不看你后面都画些什么垃圾。你唯一比他厉害的就是把垃圾包装上架的本事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后面的作品都是找枪手画的，到后来枪手都比你画得好。你这种欺世盗名的家伙就应该让你被扒皮。哎，站住！没事没事，我们继续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，